小地方比较有见大，聚做一个小地咧，你话个聚法做嘅初位初下小地嘅我这个都是个事。这个聚做嘅初位下地咧，聚一会下地咧，这个这大家个嘢这个都是个家咧，乜都係其他嘅一些嘅嘢嘅喎。 我也是大家跟住想通過，大家啲嘅，跟住眼到表，想把個眼啲你看下邊邊，未包啲飯，我拉佢做下唔想攞緊食嘅拉線，因為是邊度嘅家有時啲你睇，生活食嘢唔得啦，你所謂嘅煮嘅老油，但係我哋講嘅多啲喎，昨天有邊3邊这应该咧，离我大个我那时候就去做诶。然后我另外是咧，每家把家车窗咧，因为我刚定咧，我定家家车窗另外一个做我去发做，我特地小队。一般年我做我去做那里，然后咧我咧个个离我大个个，咧。 那个从把给阿想接触的爸妈讲，我最起码是学的做巧，阿想的到最做的还是阿想的错搞白啊，你阿想的多，所以最做的会特别累，你像那个以前人家有讲，那个错呀，为西部最以后啊，加上那个西里嘞，最做有拉会。 像到你做好多不单位注意，为这里把钱加来那个你点他，对这个那个我前把开始他，你注做的多，你爬咗你，我个阿姐俺应该的，我不能够50点叫，50点几，超点要嘛洗的他，嘛洗的，嘛洗的超累的。 超大油的，要很久开始。要多的几个嘛是前面，我嘛是对经济，我就超大了，要做开会。所以这个干了我妈的，报告我们，要多的起码是前面，我嘛是前面，对，你嘛对吧？超这个要嘛是的他，嘛是的，是的超的，也没有，要他麻痹。 要多久？要嘛洗，有这几天要嘛洗，要嘛洗啦，要多嘛洗的，洗前面从第二种，马屁就洗了高的。现就是从第二就洗到它，洗完的，嘛洗完出来，我感觉这个要洗的，洗完这样要，我把这里嘛洗的，我很多些时候我感觉我老边我多难为，我那里就洗了这样。 后来第二种，从第二个洗它，洗的出来的，注意就会出来，要开始开始，要我把过来，要多洗前面，要搞洗前面去。那你把脚你不如到了出来个脚，我不把灯也说出了，我要还是可以叫把洗的，对。 需要多咖啡的炒配，那洗的酒吧一样的好，你弄多咖啡炒配呀。像到可能这个的话，这个开的我都多需的都拿嘛个，我来过来个。不是对吧？我讲你看，车的炒嘞，最早的不大，车的炒嘞最早的不大开做的。 车的炒炒，同埋不会它洗的。 不能咧夹了，同埋同埋當對了想，一下最做出來，最做出來，不有嘛不為他洗出，你睇到最大嘅，車位，車啊，你一個，那同埋不有，你一個不能咧咁洗，一下最做出白啊，就做嗰個，不有嘛不為只洗出嚟嘅。 进去酒吧，这款都破的。别管那个做聚
句不切对吧？切对的话，刚刚讲过wisdom 不切句不切这个叫对嘛不？你不切句叫有下啊，新的没那个句也不会切对吧？有下个拉位，有下个拉的句。然后从样马来干你个家长的注意，我们那叫有下个拉的注意，对，因为对吧？我注意起来嘛，就有下没家啊，干嘞，不为他是阿想的没错，有下因为没家，有个肯定你摸嘞，那个我肯定你摸嘞，为他是那个阿想的没错，就这注意，有下个干，但是我。